星星，海浪之中，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。旷野之中，紧紧跟随，云柱火烛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落。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行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落。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行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经文是《申命记》第2章24节到37节。首先，咱做伙来读24节到25节。24节，当恁就起来，出发过阿伦山谷，看咧，我已经将阿摩利人希实本王西宏甲伊的土地交伫恁的手，恁就甲伊交战，占领伊的土地。对今仔日起，我要互天下万民拢惊恁、论恁，互因听到关系恁的风声，拢烦恼、皮皮喘。以上，伫第2章，摩西提醒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上帝爱因谨慎经过以东，因为以东已经赐予以色列后代，因也毋通搅了，也是挑战摩押人、阿文人，因为阿尼城已经赐予罗得的后代。照着上主所立的誓，顶一代的战士拢死去了后，24节，上帝叫下一代少年人就起来，就出发，就甲希实本王西宏交战，占领伊的土地。这个土地是伫约旦河东边，并毋是永远要互以色列人约旦河西边的迦南美地。为什么上帝要安尼做？有可能是因为25节，对今仔日起，上帝要互天下万民拢惊因、论因，听到关系因的风声拢烦恼、皮皮喘。嘛有可能是因为下面希实本王西宏的表现。咱继续做伙来读26节到29节。26节，我对加迪木的旷野派使者去见希实本王西宏，用好话对伊讲，请你允准阮经过你的地，阮会行大路，袂偏左，袂偏右。阮会用银甲恁买粮食食，买水啉，只有拜托你准阮行过去。亲像住伫以东的以色后代，甲住伫阿尼城的摩押人对待阮同款。直到阮过约旦河，进入上主阮的上帝赏赐互阮的地。以上，伫这段经文中，摩西照着对待以东人甲摩押人、阿文人的经验，去对希实本王西宏讲好话，要用银甲因买食物、买饮料，拜托因允准以色列人行过去。摩西有可能是照前2届的经验、前2届的方法，毋茫用和平的方式，
经过西方的土地，去到上帝原本所应允的迦南美地。但是西方并无亲像以东人甲摩押人来互人方便，反倒是亲像法老王安尼固执硬心。咱续接做伙来读30节到36节。30节，毋过希实本王西方毋肯互咱对伊的地经过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互伊固执硬心，为着要互咱甲伊拍败，亲像今仔日咱所在的安尼。上主甲我讲，看咧，我已经将西方甲伊的土地交互你，但你着去占领伊的土地，做恁的产业。迄时，西方甲伊的军兵出来，伫雅节甲咱交战。上主咱的上帝将伊交互咱，咱就将伊甲伊的囝以及所有的军兵拢拍死。咱阁攻取伊拢总的城，将城内的查甫人、查某人甲囡仔拢扫灭，无留半个，只有留精生甲对遮的城抢来的物件做家己的战利品。对阿伦山谷边的阿罗尼甲山谷中的城直到基列，无一个城经过甲咱无法度攻破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将遮的城拢交互咱。以上伫这段经文中，因为希实本王西方的固执硬心，新一代的以色列少年人必须起来甲西方的军兵交战。因无亲像顶一代毋肯进入阿摩利人的山地，埋怨上主，看遐的人民比家己较勇壮、较坚强，请像扩大，搁坚固，悬到拄天，搁看家己亲像草蜢仔。新的这代知影无一个城经过甲咱无法度攻破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将遮的城拢交互咱。最后，咱来读37节，只有阿文人的地。雅卜河边的地，甲山区遮的城，咱无法度攻打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禁止咱。以上，咱看到上帝命令非常的清楚，要交互咱的城，咱就勇敢去交战；禁止咱的，咱就毋通去攻打。就亲像上帝吩咐阿当讲，园内逐种树的果子你拢通食，总是分别好歹的树，伊的果子毋通食，因为食的日你的确死。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今仔日我选的金句是《申命记》2章31节。上主甲我讲，看咧，我已经将西方甲伊的土地交互你，但你着去占领伊的土地，做恁的产业。上帝将百般的恩典甲应允赏赐互咱，也需要咱用信心、用行动去回应，因为咱的上帝是甲人同工的上帝。今仔日的感受是，希实本王西方的选择，带来国家人民的灭亡，新一代以色列少年人的顺服，无一个城经过甲因无法度攻破。面对台湾的处境，咱爱无得惊，无得论，用信心，用行动，我靠上帝伫咱头前为咱征战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阮感谢你，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。今仔日1月初4是2026年第1个主日，嘛有举行圣礼典。伫新的一年，求主赏赐阮新的心、新的灵，互阮将旧的人甲习惯脱起来，将新的人穿落去，就是创造主照你家己的形象，继续地甲阮换新，互阮通真正明白你，照你的心意去行。今仔日礼拜中嘛有区长、小组长的就任，求主赏赐气力，互因无得惊、无得论，因为行伫阮头前的上主，阮的上帝会为阮交战，亲像你伫埃及为着以色列人所做的同款，要用云条、火条引带阮的祖源，经过旷野进入迦南美地，引带阮甲你同工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
能求什么？只要相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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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必得着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落；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，我要赞美；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行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，带你前进。